比酱，嗨，大力奶 ski， 大家拢有听过吧？大家拢有听过吧？那这用台语来讲，毋是搁较可爱、搁较趣味吗？八只酱，嗨，你介意啥物？比起练喙花，我较介意你。是啦，就是安尼啦。大家好，我是宝嘉 ，AK 大家王玫瑰，即马是网络的一个底片创作者。拍到后壁，拢无想要上底片的内容啊，就看网络咧红衫穿啥，咱就翕啥。16吨咧红的时阵，大家拢拼死命甲伊箍落，哎哟，嘛无去管伊的骹头有力无力无。来，三师母大家知吧？吼，知嘛？三师母咧红的时阵，哎哟，规家伙拢做伙跳落去。迄时阵。全台湾几年跳三星舞的人，比起场顶互人三星outdoor的人搁较侪呢。啊，搁有啦，重点是要安怎翕甲互人莫感觉是咧学，是咧模仿。我有一个解法，就是用台语来讲。是啦，大家拢知影美国队长吧？吼，美国队长互人情感要死要活的时阵，有一句话舞 ：I can do this all day。是啦，那这句话用台语来讲，毋是搁较有 style， 搁较有气魄吗？我会当做这，规工诶。是啦，马上就为好莱坞的英雄片变做是本土的8点档大戏。是啦，啊，搁有鲁比酱，嗨，大力奶 ski， 大家拢有听过吧？大家拢有听过吧？那这用台语来讲，毋是搁较可爱、搁较趣味吗？八只酱。嗨，你介意啥物？比起练喙花，我较介意你。是啦，就是安尼啦。所以我想要邀请咱的评审委员做伙来表演这段流行。tempo 做伙来5、6、7、8，后面讲。嗨，你介意啥物？比起练喙花，我搁较介意你。搁你讲。嗨，你介意啥物？比起练喙花，我较介意你。顺讲。嗨，你介意啥物？比起练喙花，我较介意你。是啦，就是安尼啦，感谢各位，我是宝嘉。哦。大家好，我是宝嘉 ，A.K.A 大家欧玫瑰。那讲到咸菜这只代志，问我就专门可以嘛，因为我即马是一个舞者，嘛是一个 model。嘛是一个网络上的底片创作者，最后爱教水姑娘仔要安怎开查甫的，替大家展演一下。来，好评，互你5秒钟的时间，你若讲一个笑话，互我笑，我就做你的女朋友。哎呦，太真好笑啦！另外一个男朋友哦，还有另外一个反应愈好的。来，好评，你会要无要食阮妈做的物件吗？袂嘛袂，你知影是啥吗？就是我啊！就是安尼啦，用较乡村的方式来教各位水姑娘要安怎开查甫的。其实我为高中毕业到今，我着4个拍山工，拍到比我跳舞做model搁较骨力。朋友就会问我讲：“哎呦，宝嘉你安尼4个做头路，敢袂忝？”哼，忝，无钱上忝嘛，趁钱才会忝。啊，毋过话讲转来，安尼4个做事，你难免会神无困难嘛。这时阵要安怎解除疲劳咧？我有一个撇步，扛摆我的跳舞专业，创作一段加倍提升舞。老师music 5、6、7、8。就是安尼啦，莫看我跳到安尼歪高起错，真正愈跳愈有精神。无咱邀请咱的演导的主持人做伙表演。哇呀！啊，你你来遮紧哈！是的，来，老师5、6、7、8。就是安尼啦，水啦，安尼有较有气力无？较有敢若有呢？有哦，对啦，感谢你啦。是啦，就是安尼，咱咸菜上重要的，趁钱嘛要趁精神，一减二个，忙啦嘛要减辛苦。感谢各位，我是宝嘉。哦吼，大家好，玫瑰。我是真真头一届来这个节目，甲大家介绍一下我家己。我平常时啊是一个 model， 嘛是一个演员。所以这代表讲咧，我平常时啊大部分的时间都是一个无业游民。我嘛就起来讲哦，你较亲像阮婚姻人咧讲的西下糖，你敢知？其实我嘛唔知影西下糖到底是啥，但是应该就是无路用的意思。毋过伊安尼讲，我嘛袂生气啊，因为我感觉无路用的，也毋是干那我尔。我感觉台北人敢若拢西下糖呢。哎呦喂啊！哦，你看。
阮出门就是叫 Uber， 食饭就是叫 Uber Eat， 连阮兜巷仔口迄间咖啡厅，我拢爱叫扶贫大送。毋过是安怎阮台北人拢叫外卖？迄当然是因为台北餐厅拢爱排队啊，无讲介好食的嘛咧排呢。啊，佫有一项代志爱甲大家讲，你若是来台北，你会免去问台北人路，因为阮出门是叫 Uber， 阮早就已经毋捌路啊。顶一届，阮去试镜，阮4个人，3个台北人拢总找无路，到底伫个啥物所在？上尾也是迄个高雄人带阮去的。我看，妈妈，我真正是想要做演员，结果行毋知路啦。多谢大家。大家好，我是我台北的西哈糖。今仔日咧，咱要讲的是台湾独家。若是讲到台湾人，我想到的就是台湾人足爱排队的。有一摆我去食一间拉面，我就进去排队啊。结果伊店员甲我讲：“小姐，你袂当直接排。”我讲是安怎？大家人拢咧排，啥物就我袂当排？伊讲咱因是已经排着队啊，才会当排队。你若是还未排着队，请你先去抽号码牌，排着队啊，才会当转来排队。这哪会遮深嘛？迄间伫信义区啦，哎呀，介好食。有一摆，我来去看医生，200外号。排着我的时阵，医生讲倒位无爽快啊，我看卖咧啊。我讲，我感觉我敢若已经好啊呢。无怪人讲时间是上好的药啊。医生就生气，医生讲你是有病呢啦，你若无问题，你紧出去好无？你敢知影我外口偌济人咧排队？医生讲安尼，我有了解啊。咱台湾人吼上介意的，第一项是排队，第二项就是看医生。上尾啊吼，甲大家讲一下真心话。我自一开始吼，都无想到我会过关，我会搁徛伫咧遮。我是紧张到我迄碗拉面强要吐出来。袂用者，我看我还是过来看一下医生才好。多谢大家。大家好，我是小朋友上介意的小福尼家族的 Sandy 姐姐。今日头一届来讲台语的练喙开，希望大家互我拍声鼓励一下。哎呀，多谢。不过咱会使较大声一点嘛无？搁一届哦，互我声伫倒位。好，多谢各位。30几、40几、50几、60几的小朋友啦，请问一下，朋友是毋是愈济愈好啊？是。哦，无一定哦，我感觉毋是哦。因为啊，你出社会了后，你就会发现朋友的消失的速度是愈来愈紧，尤其是甲你借钱的朋友。小朋友看到我拢是Sandy姐姐，安尼足欢喜的撞过来。啊，毋过甲你借钱的朋友拢是然后走去啊，所以讲哦，朋友无一定是愈济愈好哦。那呢，第二个道理，请问工课是毋是做愈济愈好啊？是哦，我感觉嘛无一定哦。你看Sandy姐姐，本地只是想要演戏尔，啊，毋过即摆你问我，敢会晓唱歌？会哦。敢会晓跳舞？会哦。敢会晓讲台语？嘛会哦。啊，毋过钱咧，就甲我拄则问的共款，伫倒位？第三个道理，请问一个小朋友，敢袂使拍电动？好食，就甜亲像Sandy姐姐共款哦。我平常时除了工课，还佫有出去佚佗以外，上爱的就是拍电动。我会使连续2天拍7、8点钟都无休困。算到上暝的时阵，朋友拢问我讲：你哪会瘦甲安尼啊？你到底是安怎减肥的？我拢讲哦，迄是因为我的电动已经99级啊！多谢大家。99级啊！大家好，我是来自嘉义的嘉义王一家。我之前咧伫咧 AKB48 前 TP 做5年的 idol， 即马咧伫咧公司台主持节目，佮有去幼稚园带小朋友唱歌跳舞学台语。我想要问大家一个问题：恁感觉我有交过几个男朋友？用手比互我看就好。3个、10个、10个相做55个，想合2个，哎，答案是0。连好朋拢找到伊的1号啊！我煞是永远的0。为啥物拢无交往呢？
因为大家拢感觉爱豆就是爱足清纯、足梦幻，佮爱注重伫工课顶悬。毋过拄加入的时阵，我啥物拢毋知影，所以主持人就甲我问讲：伊家你介意啥物款的查甫啊？当然是爱乐卡、爱缘投，上好佮有一寡钱。我拄讲煞，就看到经纪人伫外口安尼，甲我认。这幕落了啊，伊就甲我问讲：伊家你敢知影你拄则倒位讲毋对啊？我就想一下，歹势啦，我真正讲毋对啊，毋是一寡钱，是一罐钱。哎呦，足侪钱，红包伫倒位？红包嘞啊，无红包啊，歹势，感谢大家，我是伊家。